呢啲仲唔係黑暗料理？有人燒蔗嘅咩？拍出嚟會俾人覺得我唔識煮嘢食㗎。跟他出去旅行，唔使四圍騰。夜晚仲係燒嘢食添，而家燒菠蘿俾佢哋食啊！我從來沒有看過燒橘子、燒蔗，有人燒蔗嘅咩？呢啲仲唔係黑暗料理？羊肉襯大樹菠蘿這個切法，我還是第一次看見。羊肉橘子醬，哪一家店能吃到的？落叶厨房，我落葉廚房從來沒有整這些東西的。這個是什麼來的？陳皮蛋、棉花糖。陳皮棉花糖，你們吃過了嗎？你吃過了嗎？總之擺得落火嘅都燒得㗎啦，係咪啊？係。哇！今天所有的食材不是來自我的，是4號呢給我準備些菜的。洛伊的菜單裡面沒有這些的。好，呢個仲有俾小華睇啦。這個是皮蛋嗎？係啊。你們真的吃過皮蛋是燒烤嗎？沒吃過，就是現在讓你吃一下。咩原因會燒皮蛋咧？俾你諗到？佢黑。哇！蔗又點燒啦？我想知，即係點啊？擺喺度燒啊？咁樣？要伸出一啲嚟，之後咧佢嘅汁就會流出嚟。你原來咁樣燒，我就咁樣咯。咁我點解唔揸蔗汁飲咧？因為烤嘅話咧，佢升溫養生嘅。你中醫嚟㗎，發覺你，我同你出咗啲切有準備㗎，佢真係諗住飲呢個汁㗎，甘露啊！呢堆嘢真係神奇啊！你依家得閒拍過去啊，等陣4號啊，攞晒嗰啲咧草本綱目嗰啲咧，而家想笑我啊，孤陋寡聞啊！喂，個皮蛋食得咯，喂，試下你過嚟入嚟，你諗嘅，你試一試，我燒得好好啊嗱。咩味？就是普通的皮蛋味啊。拍出嚟會俾人覺得我唔識煮嘢食㗎。洛伊的菜單裡面沒有這些的。你那個都沒有。你知唔知人生最爽係咩啊？就係浸住溫泉啦，食住乾果啦，飲住呢個好養生嘅鹹竹風啦，係人生嘅快樂事。